人，我可以请特使跳个舞吗？王爷请。哎，这洋妞会说中国话，看上光吗？你他是什么意思啊？王爷不会跳。他说王爷不会。不知者不怪罪，让王爷见识见识也好。哎，什么？他还想让王爷您牵牵他，溜溜他。啊？王爷请啊！这有什么呀？耕地拉车打墩子，谁没牵过牲口啊？走。也会跳舞。不行，快！启禀王爷，满旗姑这找您呢。啊，知道了。中堂大人，这个事情，竟有此事，恐怕夜长梦多呀。盛大人，卑职在。你赶快去准备，让亲王马上赴德出使。是。你怎么进来了啊？怕什么？屋里没有人，只有我们俩。哎呦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哎，这人呢都跑哪去了？哎，来人呐！给我老实点儿！洋人闯进北京，奸淫烧杀，这回把他送到窑子里去，快走！哎，我说你们都愣着干什么呀？啊！哎，他要杀我，就是想杀王爷呀！哎，你们把他绑起来，等我们走了以后，把他交给李中堂大人问罪。走，快走！九爷，中堂大人催您赶紧上船。走，好啊，走上船。哎，走。
小折子，啊，七姑，天亮了，去睡会儿吧。不困，我这人睡狗觉，合会儿眼就管用了。去吧，这儿啊有我盯着呢。没事儿，比在海上逛的强多了。这些天啊，都快把肠子吐出来了。哎，王爷他怎么样了？半夜还出来溜达呢。本来嘛，要见皇上就得下跪，能睡得着吗？再说了，给咱王爷安排这破地方，听说啊，过去就是囚禁皇族的地方，这不是诚心寒着咱们吗？王爷能舒心吗？哟，九爷怎么睡在地板上啊？哎呀，王爷，这什么破床我睡不惯呐！王爷，你说到了这德国，怎么咱们住这破地方啊？嗨，这就不错了。听说这以前是王储的旧宅。哎呦，还旧宅呢，嘿！请王爷更衣。哎呦，王爷，你要烧死我呀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儿没别人，我自个儿来吧啊！嗨，把咱往这一放啊，就没人管了。看起来这见面礼啊，他非要咱们下跪不可。凭什么？姥姥，是，他怎么早没想到呢？干嘛到了德国才提起这件事儿呢？哎，早干什么去了？莫非这是借口？嗨，男儿膝下2块金，跪他。哎，王爷，你没见拿着方匣子噗噗噗聂影那个吗？咱这一跪，那全北京城都得骂咱8辈祖宗。嗨，您是王爷，您挨骂，您还当您的王爷，可我呢，我不能赔本占吆喝，连祖宗都搭上吧？对，这跪拜礼，咱绝不能答应，宁可让他们把咱们软禁在这里，咱也做洋人的大牢。大牢？嘿，那也比我那剃头棚强多了呀。